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碟来吟圣诗，圣诗第69首，圣诗第69首，请起立吟全首。来
遮咱悠然徛地，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首玛利亚出世，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人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你当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袂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众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下面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条来启用，启用文第56篇。我来刻，恁来印。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行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诚做上帝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心的。道诚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阳光，是天父独一的囝，照有的荣耀。如法通过伊对伊有满满的恩典。非常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如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圣囝耶稣来到世间，拆开阮甲你中间所隔断的墙，嘛只有我靠你，阮才会当拆开人甲人中间所隔断的墙。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知影，只有我靠你，阮才会当成做真正的义人。求你互阮将来会当甲你三角坐伫天灵。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也保守阮无搁再犯。主啊，求你赐予阮有智慧，互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中，而且时刻引带阮遵探你的话语，行伫正确的道路。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这条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本主日为2023年耶稣基督圣诞主日。第一，上午2场礼拜举办圣诞贺乐礼拜，真大队。第二、第三、第四场礼拜联合聚会，副堂有转播。儿童牧区礼拜改到3楼生活广场。会后赠送参加者一份圣诞礼物，祝全体兄弟圣诞快乐，新年蒙福。第二，本主日上午第二场礼拜举行洗礼仪式，小会接纳名单，请看第8页。第二，2023年高雄圣诞嘉年华会由市政府甲高福蒙教会共同举办，时间伫
本主日下昼4点到8点半，地点伫中央公园。活动内容有食好、食啉、佚佗、吃喝玩乐，拢免费。欢迎兄姐家己前往参加。本会原邮卷已经发放完毕，当场嘛会当排队索取。第三，小会公告：本主日举行2023年第6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这是后主日啦，后主日举办2023年第6次的圣诞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准备心，强守圣餐，同沐主恩。第二，本会通过任命徐素云执事为圣歌队队长，柯美玲长老为常任圣歌队队长，郑美仪执事为妇女圣歌队队长，陈美玲长老为敬拜团团长，任期对2024年起到2025年止，定伫2024年正月初7上午10点举行就任式。第四，下主日中昼12点到1点，伫教会主堂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对象是2023年下半年度新的家人幸福福长、长老、小组长，敬请本主日以前伫网络报名，也是向办公室来报名。第五，本会定伫明年正月初7中昼12点举办各项首长、各单位首长会计甲出纳人员财务说明会，敬请相关单位伫12月31日进前向办公室报名登记，并请一定出席参加。第六，本会发送2024年宜昌教会月历，主题是耶稣讲，敬请兄姐以家为单位，1户1份，请毋通加客，伫办公室签名领取。第七，2024年每日研经释义开始订购，费用400块，这是一般本；520块，这是大字本。请伫正月初7进前向陈佩芬干事购买，而且缴费。第八，本会2023年各项奉献，伫12月31日进前查址。需要索取2023年的奉献证明的兄弟，请注意配合。第二，肢体消息。第一，送份。本会歌李贤说姊妹伫12月19蒙主分调安孝主怀，定伫12月30上午7点10分，伫九龙礼仪馆10号灵堂举行立馆追思告别礼拜，到火化场举行火化了礼拜，了后安葬伫清水树葬区，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并且相助会员交相助会费。第二，互助社。第一，敬请社员伫12月27日进前完成12月份股金存款甲现贷款，以及年底结算。第二，
会员大会定伫113年正月28下昼2点半，伫本堂主堂召开，1点20开始伫副堂报道，敬请社员踊跃出席。第三，社员大会结束了后，当天下昼5点举办社员联谊餐会，报名费用每一人200块。餐会的时，本人到摕100块现金，以及这是鼓励社员踊跃参加。报名餐会对今仔日开始到113年正月初10查止。第三，又讲又离园定伫本主日下昼12点，伫教会3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敬请各董事出席参加。教会消息，请牧师。好，咱旧城教会就是咱的母会，伫正月初10点吼，有举办设教120周年，也有参加报名吼，请会当会记得参加吼。咱今日欢迎咱的赵地长老有引带聚会，迄个杨东升兄弟毋爱伫咱拍鼓欢迎伊吼，欢迎吼。变欢迎，永远欢迎，好，谢谢。即个来看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4节，我来念。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林，眠是守天顾因的羊。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顾羊会大惊。天使甲因讲，袂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座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底，俄罗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因所欢喜的人的中间。俄勒，请教会圣歌队。小小
一碟讲道的题目应邀。这碟讲道的题目荣耀归神，平安归人，请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甲你的隔壁讲圣诞快乐！感谢上帝对咱世间人的疼痛，找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成做救主，赏赐予咱，成做咱生命的礼物。所以今日伫普天同庆耶稣基督圣诞，感谢上帝，予咱有教会圣歌队用真水的诗歌来学乐上帝。咱透过这个学乐的诗歌，嘛会知影耶稣基督安怎出世来到世间，安怎成做咱的救主。感谢主，咱今年高雄的教会会使讲头一届甲市政府较正式的合作来庆祝这个圣诞，所以有一个圣诞嘉年华会伫下暗。伫这个接触的过程中间，有部分的人会想讲，咱甲政府合作是毋是这个圣诞会伤过了商业化，伤过了世俗化？这个圣甲俗是毋是会当合？但是有真侪牧者，特别较年轻世代牧者，拢非常的赞成。因为讲，咱要将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传予咱所徛记的所在人，咱应该就要学主耶稣的道成肉体。主耶稣若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体验人的艰苦，
要来担当人的罪过，咱要哪有可能得到赦罪恩典？所以，上帝囝伊就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来到世间，才会当拯救沉溺伫罪恶中的人。所以，咱今日的教会，事实上，咱应该就要会当欢喜出去。圣诞节上毋是讲伫教会内面，伫教会内面变做意义就佫无共款。感谢上帝，咱教会咱的即个儿童牧区的细囝，会早起因即个较大呢，拢会去外口报佳音，去到病院，去到安养院，去到老人院，去万百姓来宣传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毋是干伫内底。咱伫进前，咱嘛有像讲咱的社城牧区有甘愿一人会当奉献1000块来买礼米，因85人就去到真济需要的所在来送这个圣诞礼米来甲因祝贺圣诞咱的教会，咱也办这个圣诞爱无限有企业关注透过政府甲咱大家合作，会当帮助咱徛伫咱中间的这个较弱势的人较需要帮助的人，将基督的听用行动来分享互因，嘛甲因祝圣诞，嘛邀请因会当参加下暗的这个圣诞的嘉年华会。兄弟姊妹，这个就是咱伫这个圣诞感谢上帝，互咱教会会当行出去无咱若是关伫内底有时就是讲咱要圣诞晚会啦，准备节目啦，足无用啊！大家家己欢喜真好啦，无来圣诞大聚餐啦，甚至摸彩啦，为了交换礼物啦。但是耶稣基督听世间人来听，拢干那咱家感受，别人拢感受袂到。所以感谢主，咱会当踏出这款的脚步互城市的教会会当。毋是干那讲喙讲合一，但是袂当合作。即马就是无共款的教会，无共款的教派，无分彼此，大家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大家欢喜出钱出力来稳定的摊位，会当互市民来过一个欢喜的圣诞。哇，非常的好，这是真水的见证。所以今年的圣诞。牧师就讲感谢主，咱毋是讲善甲俗袂当合，善甲俗应该会当合了真好，真有意义，真有价值。咱教会毋是干那会当讲到嘴讲咱是合一，但是拢袂当做伙，拢袂当做代志，袂当合作。当咱透过12个恩典，咱若会当同心合意的是，咱就会产生足大的快乐。这个力量的力你若用迄个即卖迄个感动的词法就写一个12个这个一顺。以前有12个咱就有上帝听，咱就有上帝会互咱的即款的快乐，咱会当真正将这个听，将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来传互万百姓拢有份。使徒保罗甲恁教导讲：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制我，毋过我甘心做正人的奴仆，就是要来得到较济人。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着要得到犹太人，甲这个伫律法下面的人，对这无伫律法下面的人，虽然我伫路内面，我嘛着爱要安怎甲因共款伊讲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什么款的人就做什么款的人，无论安怎，就是要来救人，要来救人。今仔我所做的，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要甲人相甲分享
这个福音的好处。这就是咱的圣诞。感谢主，咱今日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就是记载天使对这个羔羊的报耶稣降生的好消息的一个记载。伊讲唔免惊，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这个圣诞就是要互万百姓拢有份，唔是干那要互信的人，要干那互你教会内底人，吼。所以咱会使去透过这段耶稣降生的故事，至少牧师甲咱分享3点。头一个就是免惊，免惊。这句是伫为旧约甲新约中间，这2约中间有偌久？400冬，400冬久，上帝点拢无讲话，无启示。但头一句话，就是讲毋免惊。透过天使传达的，上帝要甲咱世间人讲话，讲毋免惊。兄弟姊妹，这句话真宝贝。咱也伫惊吓中间的人，我相信，你上愿望会当听到的，就是讲免惊，免惊。这个免惊这句话伫圣经拄啊出现365届，365届，咱一当是几工啊？365天。兄弟姊妹，咱应该着爱会当逐工拢会当掠着这句话。掠着上帝予咱的一句话，毋免惊。不管环境安怎变化，不管拄着甚物款的问题，毋免惊。所以咱永远爱记得，咱既然互上帝神应出来，拢是上帝囝。咱所受的毋是路财的心，也搁惊吓，也搁惊吓。咱所受的是迄个囝的心，互咱的呼叫阿爸爸啊。阿爸爸啊，圣神甲咱三甲证明，咱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父的，就是上帝父的，甲基督同做父嗣。所以咱若甲伊斗阵受苦，也要甲伊斗阵得到荣光。感谢主，这是使徒保罗伫罗马书8章14节甲17节所甲咱讲的。所以今日感谢上帝，咱教会有32位的成人洗礼，29位的虔信礼，阁有33位有足侪只的细囝要小儿洗礼，就是要进入上帝的家。牧师拢会甲因勉励，既然有上帝神引出来，就是上帝囝。所受的是罗卜的心，毋是罗卜的心，还阁惊吓。所受的是囝的心，呼叫阿爸爸啊。所以，我相信上帝对伊的囝儿，伫迄个惊吓中间，伫艰苦的中间，伫无愿望、无帮助的中间，一定会甲伊讲：我所听的囝，你毋免惊，我甲你三甲伫地，毋免惊，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要坚固你，我要帮助你，我要用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要扶你的正手对你讲，毋免惊，我要帮助你。你这个那甲像虫的这个雅各，甲这以色列人啊，毋免惊，耶和华讲我要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神。这是先知以赛亚伫迄个时代对伊的百姓，将上帝即款的心来对因讲话。伊阁继续对这个百姓讲，你毋免惊，因为我救赎你，我捌提名来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为水中经过，我要甲你三甲比的。你经过江河，水袂淹过你；你对火中行过，也袂烧着你。火焰袂伫你的身躯顶，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我看你最宝贝、最尊贵，因为我听你，所以我互人来代替你，互列邦的人替换你的性命。毋免惊，
因为我甲你相隔伫咧，你是我为着家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是我所做作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伫迄个时代，这个无望的百姓所传达上帝安慰的信息，望的信息。今日咱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天使要报的消息，头一个就是叫咱免惊。再来讲，伫大必的城为着恁生一个救主，伫大必的城为着恁生一个救主。各位，咱伫圣诞咱领受上帝对咱讲的话，讲毋免惊。是咱毋免惊，因为伊的独生圣囝已经降生伫咱的中间。上帝阳光透过伊的囝，咱显现出来。只有伫上帝囝中间，咱显现出来。伊诚做咱的救主，诚做和平的灵君，诚做万主的主、万王的王。除了以外，拢无拯救。感谢上帝。咱的心嘛像伯利恒，咱的水耶稣就降生伫咱的内面，互咱无惊吓。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圣诞，咱要迎接耶稣基督降生，上解要紧就是爱互伊出世伫咱内面，互咱的内面有耶稣基督的宝座通伫遮徛起。咱要互伊做咱主，做咱的王来掌管咱的生命。所以，咱的生命的主权就要交代伫即个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的权柄内面。所以大概若咧教导兄弟姊妹，还是咱教会有阮因3篇的即个祈祷文中间有一个叫做生命主权的即个祈祷文。即个祈祷文就是真要紧咱若有迄张，咱有时会当念。兄弟姊妹，咱今日圣诞节牧师望咱会当将咱生命的主权来交主，互伊做咱咱生命的主，成做咱一生的救主好毋好？咱即个时阵，咱也会当用即个来做咱的祈祷的宣告伫圣诞甲你的迄个倒酒摕伫你的胸前，举起你的正手。咱来做即个生命主权的但即个是迄个国语版的应该咱来当读用国语较顺啦咱做伙来宣告来，1、2、3，耶稣，我要你做我灵的主，我的生命只单单敬拜耶稣，不敬拜其他的神。耶稣，我要你做我思想的主。一切不属神的思想，只要领受属神的思想。耶稣，我要你做我情感的主，我要弃绝一切不属神的情感，只要领受属神的情感。耶稣，我要你做我意志的主，我要弃绝一切不属神的选择，只要领受属神的选择。耶稣，我要你做我身体的主，我要弃绝一切不属神的目的，我的身体只献给属神的目的。阿们。感谢主这就是咱的生命的主权的交托。无论是咱的思想、咱的情感、咱的意志、咱的身躯，咱拢会当属于主，互主掌管，咱更加会当敬拜伊。我相信咱的确要领受救主耶稣赏赐咱的真实的平安、喜乐、稳定甲福气。好，第三，上帝应允，无论有偌济，伫基督内面拢是是的，拢是阿妹，拢是阿妹。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人当然就是因为罪捆绑。做压制，人感觉啊像保罗讲苦啊，我会做人，免治罪会当脱离，救我脱离这个艰苦。感谢上帝，
对旧约所咧参与的即个弥赛亚救世主，大家咧问的当时要到，伫即个2000当前的伯利恒，即个预言已经成就。对伫上帝预言甲应允，保罗讲，无论偌济伫基督内面，拢是阿妹，拢是是的，接着伊拢是实实在在的，的确拢要成就的，表示上帝应允是袂落空的，上帝伊的应允是的确会实现的，上帝预言拢的确会应验的，感谢主。所以伫即个圣诞节，除了上帝要互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诚做弥赛亚，诚做救世主来拯救咱，即个应允实现。咱伫圣经其实有足侪应允，伫圣经内面讲7000几个应允吼，咱就会当读上帝话，抓条上帝应允。譬如牧师来鼓励即个讲，咱要得胜到有顺的即个应允吼。罗马书8章13、17讲总是靠着听咱的主，伫即一切代志的顶面咱已经得胜到有存，得胜到有存。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应允。所以咱靠着耶稣基督，咱要得胜到有存。第二讲，咱要做头无做尾，己所不知尾，诶，这个应允咱若读申命记28章13节到14节讲，你若听咱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命令你的，你会当谨慎来遵守遵行，无偏左偏右，也无趁别的神。耶和华要你做头无做尾，徛伫顶面无徛伫下面，应该是讲做所不作为，即款的应允，这是什么款的意思呢？这做头无做尾，就是表示你，互你会当有迄个权柄，你会当诚做王主，你会当诚做公主，你会当靠着上帝的权柄，互你会做头无做尾，徛伫顶面无徛伫下面，即款的权柄亏力，要伫你的身躯顶，这是上帝互你的应允。今日耶子耶稣基督降生，你就要有即款的信心，领受即款的应允，有即款的权柄，有即款的能力，这是上帝应允互你的。伫耶稣基督内面拢是阿妹。所以咱伫做任何代志顶面，咱就要有信心。咱上帝互咱是举起，会当举起头的，可以抬起头来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咧庆祝圣诞，咱今日也有真侪明年设立教会，即个新的厝内人，不管过去的日子有拄着什么款的伤害艰苦，过去伫旧人的生活是偌呢即个歹伊的罪孽偌重，但是伫基督内面拢会当放下，伫基督内面拢会当得到透放，伫基督内面拢会当得到自由。基督徒也指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至少后期3层的即个困境的透放。伫20世纪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叫做田立克，伊咧讲人先无活落勇气，人会拄着3种的威胁，就是空虚甲无意义的威胁，迄个罪罪甲被定罪的威胁，迄个命运甲死亡的威胁。因为人就是伫即款的威胁内面，人无法当要安怎来生存落去，来活落去。但是感谢上帝，就是保罗咧讲，靠我的罪人，我要安怎会当赢过？我无爱会歹，我偏偏得去做；我要爱好，佫行袂出来。但是感谢主，互伊有耶稣基督了，伊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伊的人生开始有目标，伊对永远有天条条，伊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这就是上帝听世间人想出咱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无感觉咱人生是无目标的世间人目标咧追求世间上悬的目标。好，迄个就文学来讲，诺贝尔文学奖我摕到这个奖了，过来要创啥？
无目标啊。所以日本的文学家吼，拢选择自杀，因为爬袂搁较悬啊。但是基督徒毋是安尼，咱的人生的目标毋是伫世间，是伫天顶，伫荣耀的天顶。所以咱的目标伫天顶，咱袂为着这个世间的艰苦绝望。咱因为有永生的确据，我会做得到下面。我毋是常常讲啊，我嘛惨嘛，但即种我将来死了嘛，要走去倒去啦。我有迄个永远的确据，我面对命运伫上帝手中，命运死亡无惊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赢过阴间甲死亡的关系。我对未来有盼望，这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意义。过来下一页。迄个身份的转变，伫即个文图课程内面有咧讲到救恩的道路的时，咧讲到咱身份基督徒就是对罪路财变做上帝的囝儿，看怪影为只家走较悬迄身份永远阁袂改变，你就是王子公主。过来对世界目标专做上帝国的目标。这个方向未改变，世间有时喜洋专当专采，但是咱就是着上帝国。第三，对靠家己的努力，即款的孤立的灵家己感觉无拼，袂当生存的开始挖个圣神的开力，即款的稳定未改变。圣神的稳定就是甲你三甲地地，无放你做孤立甲你三甲地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兄弟姊妹，这就是互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做主掌权最要紧的迄个意义甲价值。所以最后牧师讲，伫这个新年交替，咱即马为冬天要到春天，当然就是为死甲过活。感谢主，我相信。不管人类所拄到代志遮济，有战争，有地震，有足侪问题，那甲惊吓冬天，但是感谢主，那像迄个天使甲讲样的讲毋免惊，毋免惊，基督已经出世伫咱中间，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上帝会听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感谢主，伫即个12月25叫做圣诞节，这是伫罗马帝国的时代，甲即个耶稣基督的降生，甲迄个太阳神的12月25结合做伙。毋过感谢主，是要带人来受困的基督，要互迄个基督国外的光来取代即个日头的光。这就是咱甲像这个撒加利亚伊的祝福同款，咱的上帝伊的慈悲怜悯，互这个救恩的光来照光咱。那像伫迄个悬悬的天顶的光照伫迄一切死荫的所在的人，带因伫迄个平安的道路。感谢上帝，这就是圣诞。感谢上帝，基督的光照伫咱的中间。基督的光就是人类的光，活命的光伫咱的内面，所以咱应该就来把这个好消息报万百姓拢会分。伫这个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毋是干一个圣洁尊贵的日子，更加是咱教会有真侪人得到新生命的日子。感谢主，咱得到要感受到天使甲各样讲。伫极端的为荣光归予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咱拢是伊所欢喜的人，咱来领受这个平安，咱嘛会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继续伫咱的人生中间，不断将荣光归予上帝，将这个平安，耶稣基督救赎世间人的平安来传予更较侪咱的厝边隔壁，咱的亲人朋友，伫遐需要这个福音的人，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来救赎阮，互阮的人生无过空虚无意义，互阮无过活伫
迄个罪罪甲必定罪的镜像内面，互阮无搁伫迄个命运甲死亡的无奈中间，阮伫遐脱开。主啊，你就是阮的救主，你就是阮的愿望，你就是阮的目标，你就是阮的方向。因为永生在你一切天顶的福气拢对你来。主啊，感谢你，互圣神万量的恩典点伫阮的生命内面。主啊，来带领阮头前的路，互阮会当行伫平安的路，佮阮有即个永生的确据，阮有即个平安的应允。主啊，阮有你所享受丰盛的活命。主啊，阮会当甲世间阮所会当接触的人来分享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恩典，甲享受人类的福气。主耶稣，感谢你，使我阮今日教会会当有94位要进入上帝的厝，天顶的欢喜无当比。愿你的平安欢喜充满伫阮，那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带领阮的家庭会当进入到伫新的2024年，也充满上帝你的恩典福气伫阮中间。愿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功德。即咱即时咱三甲来祷咱为着即个圣诞，咱有即个洗礼人，咱为因祈祷，互因拢会当成做上帝厝内人，甲咱共款来敬拜独一真的上帝。甲咱三甲有分伫耶稣基督交托咱的大使命。咱嘛为着即个下暗下晡位4点半到下暗8点半，伫中共的圣诞嘉年华会，咱为着所有这个参与的人，咱来祈祷求上帝保守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互主的恩典对天降落伫即个城市，互咱的市民更较侪人会当听到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兄弟姊妹，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咱嘛为着遐个软弱的机体、三体祈祷，嘛为着有拄着死实的克里先姐姊妹的为族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明年的总统、立委即个大选，关于台湾未来4党真要紧即个选举来祈祷，一切拢求上帝施恩赐福。兄弟姊妹，咱有什么款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拢会当出声祈祷，咱毋免徛徛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3声，咱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主你降生的欢喜的日子。主啊，阮伫你的圣殿，阮向你敬拜。主啊，阮献上阮的懊恼，阮献上阮的感恩。感谢上帝，你是世间的光，你来到世间，互世间无搁点伫黑暗。感谢上帝，互阮会当因为信靠你，主啊会当跟缀你，互阮内面有你的光，就是活命的光，无搁点伫黑暗。主啊，阮也会当亲像一拍的小光来照光伫遐黑暗中的人。主啊，阮也会当诚做你的器具，将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报万百姓，互因拢有份。主啊，求你赐福伫阮中央公园圣殿嘉年华会，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平安降临伫这个城市，有你的福气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同胞也会当来认捌你，来敬拜你。主啊，今日阮有94位的大人囡仔要进入你的家。愿你赐福，主耶稣，阮也将阮教会做这个软弱的肢体仰望你。伫这个寒冷的冬天，求你的保护，愿你的医治、你的看顾伫因的中间。无论阮的长辈，求你看顾。所以，阮有拄着死实的来亲人的离开的，所以求你甲克里先生姊妹的为族三甲伫咧。你的安慰伫因的中间，扶持帮衬的，互因当徛在伫因所领受的信仰，继续来跑走天顶的道路。
主啊，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阮伫什么款的状况下面，最后说，互阮会当知影，阮就是你用当家所赎回，阮是你宝贝仔囝。主啊，阮会当伫地面上的生活，就是要荣耀你。主啊，用所在表来跑走。主啊，阮无论阮的家，拢会当全家得救，全家拢会当行伫蒙福的道路。主啊，阮伫新的年，求你施阮的手继续看阮，互阮伫即个世间的日子，拢会当来荣光你。主啊，说阮多谢你。主啊，愿圣诞的喜乐平安充满着阮，愿也将阮的国家交托你，互阮明年的总统、立委的选举也拢会当顺遂平安。下伫你心意的人会当受兴起来领导国家向前。主啊，你竞选台湾，互台湾成做你的国，互台湾会当成做伫即个落尾的世代。主啊，要来祝福列国，你所竞选的国家。主，阮多谢你，多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即条来举行奉献，请奉献同工。请起立吟奉献的诗。至诚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赏赐阮有财富，阮将你所赏赐阮的献上阮的心意，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愿你感恩，嘛求你祝福阮富足有春。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求。祝福齐恳。主
通平安去。亲像天师甲各样的讲，免惊，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因为今日伫台北的城为恁生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伫极权的为荣光归予上帝，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